好久不见。于老师，好久不见。哦，我带你过去。虽然你现在可能收不到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周小琪的男朋友阵仗再大也没用，我们赢了。于老师的长腿军训秒杀一切。婷婷啊，我觉得咱们再把你从沙漠里爬起来抬头的这个镜头，咱们再来一下好吧？这个眼神是到位了，但是我希望你整个肢体有张力一点，好吧？好的，辛苦啊！辛苦导演，辛苦导演。好了就来啊！38场3进2次。停！这条过了啊！导演说了啊，休息1小时，各个部门稍微放松一下啊。导演，哎，这次可以了吧？啊，看看怎么样，满意吗？还行，我挺满意的。行，辛苦啊，那你休息一下，好吧？好的。哎，他长得好，还可以吧。这不就是航天研究所那个吗？谈了2年，被拍过好几次。